佩瑜。是。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在点上新的画面，来看到这是红头书咱书的邮便局发挥创意，用五两招在地人讲是石卵来做排队号码牌。民众来到红头书咱书的邮便局排队，不是抽号码牌，是用五两招来做号码牌。因为咱书几年冬天拢透大风，为了物件卖互风扇去，才会特别用石头来代替。上届特别的是讲，踏入石头顶面，拢有画较真古水的动物的图。民众若是来办代志，摕一粒缀伫咧物件顶面，安尼来排队，会当当是规台湾，敢若咱书才有的石头号码牌，嘛变做咱书特别的风景。另外，要来关心，这是立法院上新的消息。时代力量团讲有意思，想要杀总统的候选人，也就是立法委员黄国昌。也毋过针对这件代志，党内有无共的声音、无共的意见。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李永平来传来了解。永平。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带您关心立法院的最新消息。时代力量秘书长吴佩瑜呢，近来是抛出了希望党内要自提总统人选，而且优先人选考虑的就是立法委员黄国昌。不过对此呢，决策小组的成员萧兴诚他率先表示反对。他认为黄国昌最好的位置就是在国会，而且希望呢党内继续支持总统蔡英文作为总统人选。我们来听一下他刚刚的说法。就是说，我在党内还没有听过任何党员是同意或者是认同自提总统这件事情的啦，所以那党中央一直在操作这个议题，甚至极有可能弄假成真的状况的话，那我们的确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考虑是不是要离开这里。国昌一直大家都说他没有意愿啊，他之前甚至有说过脑袋有洞才会去选总统这种话。那我们一致都认为说，国昌委员的最佳战斗位置是在立法院啦，所以他这个接臂的力道也好，他对这个议题的深入的认识也好，我觉得成为我党的总统候选人绝对不是他最佳的选项。好的，决策小组的成员萧兴诚呢，他刚刚也说了，其实黄国昌之前就有说过是头脑有洞才会去选总统，而且他认为呢，其实党内没有经过讨论就决定要自推人选是相当不恰当的做法，这样下去呢，可能会引发时代力量的退党潮。对此呢，他也感到非常的忧心。以上现场的详细情形，主播。多谢影评，今摆还有另外一个消息是讲，时代力量想要杀立委黄国昌和郭文哲配合来选总统，特别是台北市长郭文哲，这2天险险互人替伊来登记参选总统。有人认为讲伊敢若是妖怪假势力，嘛有人认为讲是挑工武器出去。今摆这个相关的议题，咱就做伙来听郭文哲上新的回应。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当然敬神嘛，我也会去拜一拜的。但是这样的我们敬神，但是不用求神问卜嘛。所以这2000年前孔子就讲过了嘛，见鬼神而远之，这是一种最好的人生态度嘛。所以听听就好，但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可是他说他就是因为醒规，然后打电话给你，叫你先登记再说。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没有那个什么叫先登记再说，我说你先登记就要第一个花100万，再来就联署一定要展开。我说这个没有。不然哪有什么先登记，他明天说I'm sorry 这样对吧？那要不要叫柯妈妈出来选啊？要不要叫柯妈妈出来选？他那么爱选叫他选新竹市立委算了。那你怎么看？所以柯妈会列不分区名单吗？哇，你把卖口开又笑话。这种最新的苹果民调，虽然说蔡总统他是赢韩国瑜10个百分点，但是蔡总统的民调现在也是往下降的。其实这个是这样的，这本来就是那个市场一直在的，这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嘛，就是那个不投蓝不投绿的，就是3成嘛，这个从头到尾都是很清楚。那你怎么看？现在就是说不表态率高达3成，然后现在好像就是说，因为你跟郭台铭现在都没有去登记，有影响。嘛，这个讲了，不投蓝不投绿的，在台湾就是3成嘛，就从头到尾大概就是那个比例。那在过去半年没有改过。市长，你不参选这件事情，是不是造成底下有意要选立委的这个民众党的候选人有一点点感觉没有母鸡带小鸡，会害怕？对啊，就是这样。好像徐立信他到底要不要选，好像就犹豫了嘛。那怎么办？我来问他看看啊。不是，那你要怎么鼓励找出新的母鸡来？如果你不参选的话，要找母鸭吗？像目前母鸭带小鸡，是不是目前确定假日会有5个区立委的参选记者会正式来公布？大概我们会走程序的，可以的话就
不过是这样的，有关党的事情还是一样嘛，不要在市政府发布嘛，还是请那个党的发言人来宣布。但现在亮点是会找那个历久神龙来去历久神龙哦。这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嘛。你现在问他们，你要为什么这么早知道？那有跟郭董谈好未来这个民众党的补选要怎么规划吗？因为他说他非常乐意来帮忙。没有啦，我当时是跟他讲说，你先休息一下，这个做这么大的决策先休息2天再来，再等他休息好了，心情平静再处理。这样讲，再问一下，就是说，如果就是说实力要跟你合作，可是你们的两岸路线是很明显不同的，他们昨天也有抛出这个疑点。其实我们哪有什么？其实这样的台湾的主体性、台湾的优越性坚持台湾民主自由，大家都一样啊。我们只是常常是嘴巴讲的话不一样，其实内容还不是都是坚持台湾主体性，这有什么不一样？小鸡的焦虑会靠跟郭台铭结盟来解决吗？我本来是这样，只是现在母鸡跑掉了，现在找个母鸭。郭台铭会帮你们来站台吗？他是不是有答应这件事？可以的，但是这再讲吧。我看这就是等他休息够，心情平静了再讲嘛。市长，你昨天说31个里面有超过15个曾经劝进郭台铭，这是真的吗？没有，这是个 rough number 来，就是里面很多来。那15个里面有谁？有马英九、白英德、李登辉。你知道这名单人选对不对？你是我朋友吗？不要害我。那郭董提到这件事情，那有谁？郭董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太愉快。没有啦，这个人都有情绪嘛，是不是？我知道你之前说蓝绿的总统民调把你当假想敌，没有正当性。总统太回批你说正当性是民党机制决定，不是你做决定。当然这么，来，我们这个要闽南话回答。讲赢钱走脚的好噻，卖个赢钱个要赢位嘛。跳舞，你可以用国语解释一下。你要学你不学台湾话，你怎么爱台湾？他是不是客家人啊？这样解释一下。好，咱拄则听到的是台北市市长郭文德上新的回应。另外，这方面要赶紧来关心现场上新的消息，这是职业野球南美国桃园队7月放消息讲要卖球队，这短2个月时间，即马团讲已经找到买主，这是日本的乐天集团要买咱职业野球南美国桃园队。上空会知影，佢咧开记者会，即马当咧对外说明买卖代志，咱带大家做伙来看现场上新的情形。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拉米狗桃园总经理刘介廷，刘总经理，刘总好。那么乐天来自日本的代表，乐天亚洲区总部营运长渡边崇先生。楽天アジア渡辺さんです。东北乐天金鹫球场本部长，那么未来呢也是乐天对于台湾职棒事务的窗口川田喜泽先生。東北楽天ゴールデンイーグルス川田さんです。中华职棒大联盟的秘书长冯胜贤，冯秘书长。拉米狗桃园队呢转售给乐天，联盟的会长吴志阳吴会长呢来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那么马上就请会长为大家来致辞，有请会长。好，各位亲爱的媒体朋友我们今天我们两边的这个重要的干部包括我们拉米狗桃园的我们的领队刘介廷刘领队我们乐天亚洲这边的瓦塔纳贝桑跟卡瓦达桑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对中华职棒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大家细数这几年。我们关于球队的增减转让其实感觉上有越来越频繁的感觉那当然在我上任之前就有好几次，那在我任内呢也几个印象深刻那当然是包括2016年的这个义大转卖给富邦然后今年的味全龙以这个全新球队之姿又复活了又加入那。现在就是拉米狗球团他们即将转让给日本乐天集团这个也是一个在棒球界一个重大的新闻不止在台湾职棒，在世界的棒坛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那当然很多球迷也会担心这样子的一些这个所有权经营权的变动对职棒的
这个联盟的经营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那事实上我们很庆幸我们都能大家一起努力之下，都能将这些关卡安然的度过而且我相信体质会越来越好那我想Lamigo球团是现在大家非常喜爱也非常热门的球团。它从2004年开始，从La New 开始来经营那已经拿到6座的这个联盟年度总冠军非常不容易。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战绩是非常好。那另外一个就是球迷的这个反应从2014年以来，已经连续5年是进场人数最多的球队连续5年所以另外一个我要特别也谢谢Lamigo刘领队因为真的在我们联盟的运作上面Lamigo刘领队经常也在扮演一些新观念的引入包括在我们规章制度上面的讨论以及在实际球场经营的一些新的方式在都带给我们职棒一个活水让我们职棒话题不断那今天呢，我们有看到乐天这个集团我觉得他们两方其实这个气味蛮相合的蛮相合的因为乐天集团我们了解它都是从事一些网络的商务包括网络的商城、网络的通讯、网络银行等等其实相当的有创新的作为。那我们在看到他们在日本也有2支职业的球队那在棒球的部分就是东北的乐天就大家讲金鹰队其实是金鸠队那个是鸠金鸠队那他们的球场外面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摩天轮所以然后他们因为用这个5G 的科技用得很透彻所以在他们球场里面是无纸化完全没有钞票的这样子的使用所以他们很多创新的应用都在他们的球场发生他也是在日本引领日本的职棒一个比较相对保守的一个环境里面呢，他们也一直做创新，也引领他们所以这2个队伍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契合。那过去我也知道他们在各项的交流赛、热身赛或者是对抗赛里面呢，他们也做了不少的一个交流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说这2个在棒坛上面非常有热情的这个球团今天要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交易我们期待那东北这个我们乐天集团如果能够加入到我们台湾的职棒，应该也会带给我们台湾职棒一些独特的一些贡献能够引领新的风潮那今天我们联盟在这边是做一个双方的合作的见证因为这个重大的讯息一定要由联盟正式的向各位报告。那我先前也已经向其他4个球团亲自打电话给他们的高层报告说有这一件事情然后也会联盟的角度就会安排我们这个新的球团还有跟Lamigo他们去拜访各个球团告诉他们这一次交易的这个理念还有未来乐天集团接手以后他们打算怎么样来参与我们中华职棒，以及他们对主场的经营会有带入哪一些新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些都是会有接着的程序就会走这一些。那当然大家最期待的还是要知道说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那这个部分呢就会由我们等一下介廷还有跟这个乐天集团他们的代表来跟大家做说明谢谢大家的这个等待我想台湾职棒一定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国际化。谢谢各位，谢谢。
谢谢会长。好，咱即马听到就是吴志勇上新的讲法。另外，讲到买卖，大家真关心，这个买卖价数到底是偌济？到日本的媒体报道讲，这一届买卖价数是参考3年前富邦集团买2台西牛的价数，价数差不多是11亿日本钱，也就是差不多是台票3亿1800万。不过根据消息，落尾报道讲，乐天都开始开价是台票5亿，不过台湾对外，也就是讲，这一届买卖价数应该是超过5亿。媒体先生、女士的。另外，要来关心，同款是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台中的警察伫街路发觉一架旅行车，安尼车一直害来害去，刷来弄到中央隔壁岛，警察打进前去查，车内6个查甫坐落车了后，准备脚底抹油赶紧选。现场详细情形交记者叶嘉文来带咱了解。嘉文。好的，主播各位观众，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马路上这辆休旅车摇摇晃晃，甚至一度还擦撞路旁的分隔岛。警方发现觉得可疑，立刻追上前，要求驾驶和车上的人统统下车接受盘查。但没有想到车上的6个人一下车，他们就是趁机拔腿就跑。警方也立刻追上前压制，而支援的远警发现也立刻赶来帮忙，但却只有逮到1名男子。而警方了解呢，这名男子呢，他是越南籍的潘姓移工，而逃跑的5名男子呢，他们也都是逃逸的移工。他们自从2015年9月就被专勤队列为是逃逸的移工，换句话说，他们在台湾已经非法打工4年了。因为担心被遣送出境，所以才会奋不顾身的逃跑。而警方呢，也将循线寻找另外5名逃逸移工的下落。以上是我们在现场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棚内。多谢嘉文。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嘉义市溪兴街一栋5层楼高的公寓，2楼半暝向火烧厝，消防人员一个赶来到现场拍火，嘛赶紧疏开公寓内底拢总9个人，其中伫2楼躲起来所在，发觉一个26岁查甫人，该送去病急救，也是救袂倒转来。详细情形继续交记者陈道仪来带咱了解。道仪。好的，主播各位观众一起关心凌晨1点多嘉义市的这场火警，警消人员到场后是立即布起水线灌救，并且疏散这栋公寓总共5层楼的住户。可以看到建筑物内部都被烧得焦黑，而西兴街上停满消防车与救护车，疏散出来的民众与附近的住户看起来都相当忧心。根据了解，警消人员接获民众报案之后赶到现场，在20分钟之内将火势扑灭，并且疏散整栋公寓总共9个人，其中住在起火点2楼的1名26岁男子在厕所中被发现时已经没有呼吸心跳，送医急救之后也宣告不治。他有伤势怎么样？目前救出来的时候是一个2保一个状态，立即坐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他在哪一个地方发现的？在2楼的一个浴室，在2楼的浴室发现。附近住户表示，晚间听到外面有争吵声，没有多久就传出火警。住2楼的26岁男子平常就是头痛人物，详细的起火原因还有待火调的人员进一步厘清。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情形。多谢道仪，继续要来关心，人咧讲因鬼入体，桃园中日就发生一件凶杀命案。一个无头路的查甫人去到朋友厝内借大，常常和朋友冤家，落尾朋友过搬走，伊从那见笑转上去，行倒甲好心收留伊的朋友抬死，事后才去派出所投案。监视人员挂手录仔伫公寓内底收集证据，因为18号下晡，桃园中日的中路街发生命案，61岁姓陈的查甫人，和伊的朋友抬死。4楼住户往1楼出门的时候，看见楼下有一个血衣血裤那满身血的一个人往外走出去。互厝边看到规身躯拢火离开的人，就是43岁姓郭的查甫人。根据了解，伊甲死者2个人本来是朋友，伊最近失业，住伫死者因兜。不过双方却定定冤家。尾死者要求凶手搬出去，凶手气甲找伊理论，情绪失去控制，拿刀杀朋友20几刀。死者家里的这个杀鱼刀跟菜刀砍杀死者，嫌犯再带着2把刀到我们邻近的派出所去投案。凶手犯案了后，发现出人命，走去自首。根据了解，伊住伫苗栗的泰安，4、5年前搬去桃园中日睡厝，普通时做粗工咧趁食。这回太师厝借予伊大的朋友，虽讲心内真后悔，不过嘛是爱面对法律的制裁。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凤山5福2路一间超商互人抢，这个嫌疑犯手举槟榔刀啊，拢入去超商大声喊手夹，要求查某店员摕现金5000块出来。也毋过，这个查某店员嘛毋是怠慢之项，伊的反应真紧，骹手嘛真猛，随甲收钱机的电切掉。这个嫌疑犯无摕到钱，雄雄公公走离开，走一时嘛无法度走一时，警察无偌久，随掠到人。查甫人骑机车入去巷仔内出来时阵，煞变做行路的，穿的衫嘛换做一领乌衫，挑工安尼做，就是因为伊暗算要去附近的超商抢劫。犯案用的家私就是这支刀。查甫人走入去超商，对查某店员喊一声抢劫，要求对方给伊5000块。毋过店员反应真紧，随甲收银机断电，嫌犯无抢到钱，尾啊，就赶紧走。警察来，我跟你们讲，有什么代志啊？伊讲停车啊，伊有监视器。叫我看看，你给我走过，你走过对。代志发生伫高雄市5福2路的一间超商，迄当阵店内阁有别个人客，嫌犯先假影买一副牌仔，等到人客拢离开了后，才甲牌仔内底刀仔拿出来抢劫。跟店员讲说，你交付财物报警没关系，那店员他就过去将收音机关电，然后告诉他说没有钱。发现警方伫调查，嫌犯知影家己走袂去，就出面自首。伊讲因为无头路无钱才会犯案，好佳在迄当阵无伤害查某店员，虽讲尾啊无抢到钱，毋过也是防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咱台视新闻的独家报道，要来关心现主时大家愈来愈注重环保的话题。一寡电动车、电动奥多摆嘛愈来愈多，一寡停车场内底嘛有提供充电站。所有赛车的人要来充电，发觉讲充电站不管时拢有一般的车停伫遐，互真正需要的人煞无法度用。环保局嘛讲，即嘛法律无规定电动车有专用的停车位，敢来当好声好势来考抗，若是对方唔听嘛无违法。民众驶电动车来到停车场，想要替车充电，毋过斟酌甲看，停伫电动充电车位内底，拢毋是电动车，互车主感觉实在是有够罕。这个充电车格都被一般车可以占据了。那安尼，毋管是来到百货公司，还是市政府的地下停车场，拢会当看到充电站和普通轿车占据的情形。环保受到重视，愈来愈侪人买电动机车甲电动车，毋过电动车的充电甲停车的配套，民众拢讲爱去改进。确实是这样啊，因为这样的话，他停车格没有办法正确去使用到，然后真正需要用到的人，他没有办法用到嘛。当然是尽量希望还是有可以让出空间会比较好，停车的时候可以管控一下。其实台中市公家的停车场目前敢若41个，拢总有152支充电条啊，预计3年了后会增加到176支。不过充电站防占区的情形，目前嘛无法规会当发，敢若会当用可坑的。交通局准备来提案来修正地摊自治条例，让电动车为专用车格。那之后就可以依停车场法第32条来针对占用者处罚600到1200元的罚款。市政府交通局讲，针对这款的情形，目前敢若当提醒无法度强制，未来会提案修改，希望甲电动车充电车价规定做专用车价。若是乌白停，就会开罚单，互电动车车主的权益更较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这个画面可能讲袂输是乌手骑水牛。今年25岁潘义文，伊去年参加了工局训练就业中心开的大客车稳将培训班，结果训练结束了后，伊嘛顺势摕到大只客车的牌，上尾过当顺势做客车的驾驶长。伊看起来细汉，敢若梦当丢啊共款，大家拢欢喜下啊当过，也毋过赛车的功夫真有办头，嘛真老，侪人学了无人嫌。开车门挂手落啊，行到车尾做检查，所有的细节拢袂当凊彩。下车铃开关，还有路线灯都要打开。脚踏油门，手抓handle路，看起来真有班。伊叫做潘义文，目前是高雄一间客运的驾驶长，伊才25岁尔，嘛是站内上少年的驾驶。因为我家人本身也是做运输业、油罐车业，所以我本身就有兴趣。潘义文厝内因为做油罐车运输业，常在伫半暝赛车上北路南，伊定缀爸爸出车做随车助理，所以厝内嘛希望伊会当继承这个事业。毋过对潘义文来讲，伊一直感觉载人比载货更较有人情味，嘛更较心息。听他说一句话，他说运输业很辛苦，对，但是可以让生活过得很舒服。又刚好看到那个劳工局有开职训课程，对，然后我就想那去报名看看。去年潘义文嘛参加大客运驾驶训练班，成功摕到客运的驾照，顺利变做客运的驾驶长。
其实大家都知道，开公车的司机其实蛮杀的。那其实这个女生的驾驶来开，好像很稳，不会就比较柔啊。平常她表现也蛮好，所以说站上一直很鼓励她。裴义文入去客运公司了后，对人真亲切，毋但互真侪人拢真懊恼。伊嘛成功拍过去，客运驾驶拢是查甫的印象，所以伊嘛鼓励更加侪女性朋友会当做回来做客运的驾驶长。记者综合报道。公路客运上新的消息，要带大家关心公路客运的票价已经9年无起价。去年7月，客运公司甲主管机关申请要起价，讲到本钱已经加较济，交通部嘛已经核定过，也毋过用补贴的方式补助起价金额，按算当年会当补助3亿1800万，也就是讲对咱一般的百姓无影响到。过来看到婚姻馆，今仔日通客运走国道，宣布讲可能要取消国道客运敬老票的优待。若是无这个敬老票的优待，婚姻的总站来到台北站，本来一抓21，恢复变做专票42，来回就要84。客运公司讲，因为高铁上市了后，一寡婚姻的少年家拢改坐高铁，即马坐货人愈来愈多，敬老票害客运了1年了2000万，业者实在载袂调，宣布为新历10月初起要取消敬老票优待。3点20前往斗六。听到广播声，民众赶着大包小包排队上车。过去民众要往南还是要往北，拢是靠客运来拍走。但是高铁的出现，让大家有新的选择。即马就传出有客运的公司，因为高铁来抢走生意，要来取消各道路线的敬老票。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由企业自行去吸收这个短收的部分，因此我们必须在今年的10月要开始去取消年长者优惠票的部分。婚姻馆唯一经营国道客运的日通客运宣布，要伫10月初1取消4条国道路线的敬老票优待。客运的副总表示，根据规定，敬老票优惠应该是由政府来补助，但是过去因拢无领过这项补助，颠倒是提悬专票的价值来补敬老票优待。但是这几年来，以专票坐车的少年人变少，拢总去坐高铁。对比之下，利用敬老票来坐客运的老大人变多，提高到3成左右，互客运公司每一年亏损超过2000万。来看卖，若是无敬老票优待，以婚林总站到台北站为例，原来的敬老票一抓210块，专票是420块，来回都要840块，等于要加开420块。也是两面的啊，他要长期亏损，我们也没得做啊。是不予备查，因为它的票价的定义是违反了那个老人福利法的规定。业者取消敬老优待，恐惊会违法。目前主管机关也搁咧甲业者来讨论，无奈业者的态度是真坚定，取消敬老票是一定要做，就惊会伤害到婚姻民众的落地啊。记者综合报道。人讲老的老布丁，少年的靠打拼。来看到台中这个阿嬷，互人学了老摸老，也会补土豆。豆这个篮球底功夫真在北，有够高。到一个姓涂的民众，亲目睭看到阿嬷伫咧4回合，双手拢无停，将其买到737分，已经超过这个期待717分的纪录。影片一个铺上网，真侪网友拢看甲啪啪啪，讲这个阿嬷已经有岁啊，功夫也阁遮尔老，真正是万地深坑。这个阿嬷徛伫投球机头前，倒手地球，正手投球，1球、2球、3球，全部拢投入去。阿嬷的速度足紧的，互边仔民众看甲目睭无转轮。第2回合投完，阿嬷的分数有442分。后一个回合开始，阿嬷的手就敢若拢袂酸咧，各用同款的姿势投球。时间要到的时阵，分数已经超过700分啊！4个回合投完，拍破本来期待717分的纪录，上尾甚至是737分，平均1秒摕到4分。影片铺起哩网络，网友留言讲 ：NBA 阿嬷老的老布丁，阁有人跟生笑讲，伊的孙一定定定咧讲，阮阿嬷嘛比你较厉害，不输年轻人。然后重点是还很有活力，以他的年纪来说，真的是很棒、很厉害的。阿嬷耍投球机的地点就伫车头附近的百货公司内底，这个投球的阿嬷细张已经60几岁啊，骹手也是真美丽，投球超逐球拢有入，伊到底是安怎练呢？我能轻大同小异啦，我能生巧，没什么撇步啦。阿嬷真爱耍投球机，唔但健身，佮会当排解压力。因翁嘛会甲伊做伙耍，两翁仔某一礼拜有2天会来游乐场耍投球机，一个耍就耍10多年。这回互民众看到伊投球投甲标准的，真正敢会当叫伊高手。记者综合报道。
同款嘛是个人看甲目睭无转轮，继续来看到美国曼哈顿的现日景致，这几天伫咱台中就看会到。台中公益路和民权路的12路口，为昨起一直到明仔，小连续3天的尾仔嘛，拢会当欣赏到现日的景致。一寡民众提早4点钟来占位，也有人伫即嘛上届时定顺德宫的帽仔来，希望会当碰一寡好运，碰一寡福气，会当顺时看到现日的风光。也毋过昨因为角度唔对，日头无拄好走到2栋大楼的中央，互一寡民众淡薄仔失望。金色的夕阳豆豆落落来，光线照伫街仔路，真侪人等的都是这一幕。但是因为角度无好，主角无拄好落伫咧香槟关楼的建筑当中，期待真久的现日看袂到。很失望。怎么说？还没等到。一定会再来吗？会不会有点失望？有一点。美国有名的曼哈顿现日美景，原本预计会伫台中来出现，但无拄好。无现日，互民众真失望。啊，若时间来往进前，袂少人为着要抢到最佳观赏的位，是提早几多点钟就来咧占位。蛮期待的，第一次，希望有拍到好的景，对。所以提早来考位。哎，对。天桥顶早就客满大批摄影迷，还有人早着几多万块摄影器材来。有人为着会当顺利看到现日的美景，特别抵着即马上时行保严顺德宫的冠军帽仔来。他会保佑我出警的，我还穿强运。谁保佑你？顺德宫会保佑我。就算无翕到现日的奇景，但真水夕阳，也是声袂少人摕起手机还是相机来翕，甚至有民众直接将车停伫咧马路来翕相。无看到现日的民众嘛，毋免紧张。18号开始，刷落来2天，也是有机会通好看到。但若是错过这一摆，后一摆要伫台中看到现日，可能就要等到明年。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阵啊，真时间为空中翕相机翕一个机关或者是单位人全部动员的相片。最近海巡署嘛对着这个时间，利用为半空中翕袂起的镜头，看到因那亲像咧耍乐高共款，互民众学了讲真有创意，真有想法，嘛会当顺续了解咱警察，也有消防队员和海巡伫咧做的工作。一张一张的相片看起来敢若乐高的佚佗物，但详细看内底的人甲物件毋是假的。真个人加上各种专业的器材，这是最近上流行的开箱文，来对着流行的列条，警察消防队嘛真有一套。小港机场消防队出动消防车进行泡塔下水的训练，就连走伫咧后壁飞机起降嘛做伙入镜，真有创意的画面来向网友讨论。国家防灾月，然后921正值20周年，那我们特别结合新北特种搜救队的能量呢，来做一个开箱文的呈现。繁琐的地方是在摆设跟收起来，然后还有它的摆放整齐的这个部分，可能花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新北市消防特殊队嘛总动员接纳咧杀文，配合921国家防灾日，消防车开入来，电灾搜救器材甲性命探测雷达拢总摆起，利用人甲装备来拍摄，特别的宣传，成功来引起民众的注意。就蛮有创意的，是蛮有意思的。民众感觉趣味的，阁毋若是安尼，海巡署同款内底流行，讲是豪华版的开箱，巡防舰队、滑巡队、空勤吊挂分队、舰艇、直升机拢总摆出来，要互民众来熟悉这专业的机关单位。记者综合报道。继续世界大代志来看到日本东京银座有咧卖规世界各地精品，也有服装。一寡外国观光客爱来到东京佚佗，嘛一定会来到银座踅街，来感受在地闹热的气氛。这几年来到日本行台外国观光客嘛愈来愈多，东京银座的饭店已经无够用，新的饭店一间线一间安尼开，嘛变做东京饭店业者竞争上界激烈的战场。繁华的东京银座，集合百货、精品、美食，是游客去东京旅游一定爱去的所在。大量的游客和银座变做饭店，并加小整的所在。这间准备要开的新饭店，就伫咧有名的传统歌舞伎座附近，以典雅的设计要来吸引外国遊客。まずは立地がいいことになります。もうほぼ銀座の中心地ですので、ショッピングまた歌劇、歌舞伎座とかですね。房间有日式甲西方的特色，有眠床，嘛有榻榻米的地式空间。虽然定位是商务饭店，
但设备却是真齐全，阁有洗温泉的所在，互游客伫咧东京市区，嘛会当体验伫咧温泉饭店浸温泉的感觉。饭店免费的早起是由银座有名的100年老店经营，若提供幼路的日式甲西式的料理，中昼顿甲暗顿，阁有创意的日本料理甲新河牛铁板烧，会当讲是为外国游客特别来订做。ホテルの数は本当にすごい勢いで増え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やはりそれを上回るような海外からのお客様が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ので。这几年日本的景气受到刷落来要举办的2020年东京奥运的影响，外国的观光客有惊起繁华的场面，尤其是银座这附近饭店是供不应求，已经变作竞争上热的战区。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继续要来关心2022年冬季的奥运和冬季的帕奥会伫中国大陆北京上场。好运面17号嘛已经正式公开，一只是鸟形的形，一只是大型的古仔丁的形，所以引起到中国网友有人学了，有人惊体甲无一倒，有人就讲买甲要互鬼拖去。2022北京冬季奥运的好运翁仔17号正式甲大家见面啊！就是这只圆滚滚的鸟形冰墩墩。冰墩墩身躯顶的冰尖外壳造型，就是为冬季奥运的头盔来的。彩色的光环是参考北京冬季奥运的国家速出馆冰时代设计。五花杂色的线，嘛代表奥运赛道甲5 G 的高科技，另外嘛表现冰雪运动甲现代科技的特色。做伙公开，还有2022冬季帕拉奥运的好运翁仔雪融融，红色的古仔顶加上头壳顶的如意的造型，看起来真有喜气。太 Q 了呀，太好看了。然后，我刚才就说了，我说那个，我一会儿要第一时间去购买或者领取一个。伫好运翁仔影片内底，冰墩墩甲雪融融做各种的冰上运动，看起来真古锥。不过有的中国网友却认为鸟形的设计无创意，佮批评讲是这几年来上歹的好运翁仔。不过嘛有真侪人讲照古锥的，真期待北京冬季奥运会当赶紧来。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镜头继续锁等来台湾，要来关心嘉义梅山乡的太平川，当年8月到10月，拢有几落万只白灵狮飞尾南边的大场面。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 脉动懒人包。他是郭豪生，分享安逸当个陶艺老师，却莫名其妙接手当上银行总经理，被迫进入人吃人的金钱世界。他是范小爱，立志要嫁给有钱人，看准郭豪生这只猎物，想方设法接近他。他是真谛，过气歌手，老被小爱冲康，被牵扯到领案后，意外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躲藏历程。他是 Erica， 造假毕业证书被威胁，还不慎在台湾被怀疑是银行盗领案嫌疑犯，遭警方通缉。伊西琳达心狠手辣，掌握许多银行的秘密。对。大基本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拍。想一个看，大家可能三无，也毋过若读拍，大家应该拢有听过。这个拍意思是讲物件松松软软无够定，像咱讲拍茶、拍炭、拍切、拍琴。另外拍嘛会当用来讲一个人开钱真大出手，真大方，咱讲做拍手。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拍手，也就是拄则讲到一个人真大方、真大出手，被看钱看真重。第二个词叫做扑拍，这个意思是讲一个人做代志真老草、真凊彩，无够细腻。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伊做代志足扑拍，讲话真红声，开钱嘛足拍手。要叫我甲伊做伙投资，我实在真袂放心。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拍，提供予大家参考。
继续要带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就一点仔拢未铺拍。这是嘉义梅山乡的太兴川，当年8月到10月这段时间，拢有几落万只的白灵狮飞往南边的情形，场面有够大。飞入半空中嘛，俄罗讲是世界级的景致，请一寡游客特别来翕相。一天讲上济有7、8万只白灵狮飞过，数量有够济，场面嘛足铺排，互在地百姓俄罗讲是万路朝风。这水呢？几落百只白灵狮做伙飞过天顶，场面实在足大的。当年8月到10月，白灵狮搬耍伫天顶变做袂输那一尾白龙同款，请真侪民众去看。呢都可以观赏到非常多的一个黄头鹿构件。那一般呢，我在9月13号有看到有1万多只一对。整个黄头鹿构件声势非常浩大，鸟仔真巧会对气流改变队形。嘉义县太兴村特别的白灵狮飞过境的光景，为中昼到下暗7点，逐工超拢会有几落万只经过。昨天跟前2天是真的万只，不过你这2天来哇，唔捌这种状况。来要7、8万只。当年白灵狮拢会向南边飞，因为当地冇红红黑这个地名，所以外界拢把这个景致叫做万路朝风。民众这阵嘛会当趁休困时来看这个真罕见的美景。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真无简单，才看会到。来看到集集山鸟拔画图列车，总算已经正式开始启用。因为8月底这架列车公开时，设计甲亲像花靶同款，另外还有版权的问题引起争议。花靶图的原创者也就是俄罗斯的插图画图家卡加。知影这个消息了后，画3张山鸟拔的图送给咱台湾，互人俄罗讲伊真拍手，邀请伊来到台湾参加18号的通车仪式。有咱台湾，也有俄罗斯版的山鸟拔的图出现伫列车内底，代表讲这代志有一个圆满的收煞。杏目的黄色车厢，豆豆驶入去集集的火车头，斟酌甲看，车厢顶悬画甲活嫩嫩的这个山鸟麻，伊的耳仔顶悬乌底白斑，过来斗这个山棕色的乌花仔点，画甲足清真的。这帮山鸟麻的彩绘列车，18这天总算正式通车了。我觉得很可爱，对，很可爱。지하철을 본 적이 없어서 여기 오니까 되게 색다르고 구경거리나 잘 될 것 같아서 좋아요. 民众真欢喜来坐这个彩绘列车，眼目甲看去，车厢的地板画真侪集集的特产山椒啊，伫个4块链顶阁米真侪这个古水的山鸟麻，而且阁有分做台湾版的甲俄罗斯版的。因为这边特别邀请台籍女美的设计师江明子来设计，要来把这个集集支线甲打造做会耍叮当的美术馆。虽然讲8月列车拄出来时阵，因为山鸟麻的插图画甲亲像花靶同款，另外阁有版权的问题引起争议。不过，苏当时原创作者俄罗斯的插画家卡加，伊知影了后，特别来画3张的山鸟麻，甲送予台湾，互这个彩绘列车展现更较侪的这个风采。他说他很高兴，说他的插画能够得到台湾民众的喜欢哈，然后他希望这个是未来能够有助于这两边的那个发展关系的发展。卡加阿萨里甲这个山鸟麻的插图，甲送予台湾，安尼嘛，互彩绘列车的争议圆满顺势来落幕。也若这个集集支线嘛，正做2022年铁道观光旅游年，成功来甲拍头出。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手路菜继续要带大家来食在地手路料理。这是宜兰办鸭肉面的比赛，特别邀请高盐都市也有正式客来做评审，让人食甲足欢喜。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 快懂懒人包。他是郭好生，分享安逸当个陶艺老师，却莫名其妙接手当上银行总经理，被迫进入人吃人的金钱世界。他是范小爱，立志要嫁给有钱人，看准郭豪胜这只猎物，想方设法接近他。他是真谛，过气歌手，老被小爱冲康，被牵扯到领案后，意外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躲藏历程。欢
欢迎继续带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来看到宜兰县会当讲是台湾重要的鸭肉产地，因为宜兰占到好地理，徛到好风水，樱桃啊好吃可袂改味，有4-5成拢是宜兰市的。为了要来推广在地好滋味，宜兰县政府办宜兰鸭肉面的比赛，邀请国宴都市也有食食客来做评审，让大家开眼界啊，就会当食到宜兰在地特色料理。香港的鸭肉面即将出炉了。香港香，淡汤汁散配料，一碗鸭肉面出菜咯。民众一人一碗，食甲津津有味。鸭肉面的好滋味是无人挡会掉。宜兰好山好水，饲的鸭肉营养健康，特别好食。最近正红的樱桃鸭，4-5成嘛拢是宜兰出产。常常看到鸭肉料理介绍拢无俗，为着要让鸭肉变做平常时就会当食的小食面，县政府特别邀请国宴刀子甲美食家来做评审，举办头一届宜兰鸭肉面比赛。活动的现场，主持人佫教鸭肉的知识。恁食的姜母鸭是公的还是母的？公的，啊免使甲你讲，拢是公的哦。啊母的走去生鸭卵。好滋味的宜兰小食面，县政府希望会当打造用零角仔就会当食到的好料理，嘛互鸭肉面变做在地宣传最佳的代言人。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继续转来去新加坡，看到2019年新加坡米其林串路册拄公开，头一届2间法国的餐厅摕到上界悬的分数，3粒星的级数。米其林串路册伫2016年伫新加坡推出，迄当时摕到3粒星，敢若有已经过身的法国出名大师师侯宝雄的餐厅。去年无人摕到，若今年2间餐厅，一间是红酒上出名，一间是卖法国的料理和亚洲的特色。有机会来到新加坡，会当来试验者。去新加坡佚佗，一般的人拢较会去想到真有东南亚风味的这道海南鸡饭，也是讲肉骨茶。不过最近打出炉的新加坡米其林指南内底，去得到3粒星的评价，就是这2间法国餐厅。Singapore is getting not 1 but 2 3 Michelin-starred restaurants, and we're talking about Odette and Les Amis, which is 2 French restaurants. 这边得到3粒星，合作这个朋友的餐厅是以红酒出名。过去佫捌得到新加坡上赞的暗顿的这个称号。另外一间奥迪塔，嘛红选做是2019年全亚洲上赞的餐厅。伊主打的餐点就是这道粉椒料理。This is the pepper that we use for the crust of the pigeon. It comes from Cambodia. It's called Kampot pepper. Black garlic puree. Then the leg of the pigeon that's been confit. We put it on the side here. 换头灶的总铺师表示讲，奥迪塔捌试用传统的法国料理，过来甲添添亚洲的元素，而且餐厅佫伫咧新加坡的国家美术馆，无同形式的艺术作品，拢成做这个料理的灵感来源。Little message for the guest to know more about the dish. Goes here into the leg. 米其林指南伫2016年就头一摆伫咧新加坡来杀出。苏当时3粒星的餐厅，敢若有这个世界名厨侯宝雄的这个法国餐厅有上榜。伫咧去年甚至拢无人调星，今年头一摆就2间餐厅来上榜。若是有机会来去造访新加坡，嘛当去甲试一下这个米其林3粒星的好滋味。记者综合报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 快懂懒人包。他是郭好生，分享安逸当个陶艺老师，却莫名其妙接手当上银行总经理，被迫进入人吃人的金钱世界。他是范小爱，立志要嫁给有钱人，看准郭豪生这只猎物，想方设法接近他。他是真谛，过气歌手，老被小爱冲康，被牵扯到领案后，意外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躲藏历程。他是 Erica， 造假毕业证书被威胁，还不慎在台湾被怀疑是银行盗领案嫌疑犯，遭警方通缉。伊西琳达心狠手辣，掌握许多银行的秘密，为了获取利益，赶尽杀绝。一周台湾线，一周新加坡线，2线故事轮流看，创意播出，台湾第一，台视每周5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大王有旨，要将真姬公主匹配着手。我着说心肝，只有你真姬一个。
主野心，大王不得不服。我将势必打败错动，凯旋回归，为战败，雕塑万里足迹，以笑天下。大雕塑，已经会甲苏杭军营将雕塑调回，立刻出走。我妈到底做唔到什么代志？别转播。罗小飞，我要开始爱你了。2017新时代优质偶像剧，林心如、张轩睿、李李仁、高胜远、严艺文、屈周恒、张本鱼、温真菱、许光汉、张广成、金喜卡斯惊叹登场，杨锦华、Melody、谢家健、徐伟宁。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这边是不是可以帮人解决烦恼？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许我们能帮助到你。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会觉得人生就像一列列车吗？每一个人都有想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每张笑脸后面都躲着一个受伤的人。每个人心里头一定都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人。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卫生夫请个红弟弟红哥，讲义气，一世人爱帮助别人，说起互人无赖，害人偷摕宝物。到底是什么人伫咧变鬼变怪？伊的目的是什么？讲你也是乖乖随我回家到，你这条路。红姑敢会当找出真正凶手嘞？每礼拜1到拜5暗时6点到8点，红姑传奇。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呼叫曼尼机器人，你那边怎样？收到，我这边 OK。快上 TTV 爱虾米，一起玩你与我的 OK 蹦，周周抽木匠兄妹曼尼机器人存钱筒哦。每周5晚间10点，台视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计程车司机之间有流传载到新闻里面说的外国车手，安德烈应该在高雄没错。郭豪生总经理，我是 Eric Look。我在特助 Linda 的电脑里发现 ，Linda 还 backup 了你所有的邮件，并向客户收取回扣。怎么解释？我靠我的能力保护我自己，到最后，你还是斗不过你叔叔的。每周5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卖懂懒人包，他是郭豪生，分享安逸当个陶艺老师，却莫名其妙接手当上银行总经理，被迫进入人吃人的金钱世界。他是范小爱，立志要嫁给有钱人，看准郭豪生这只猎物，想方设法接近他。
他是真谛，过气歌手，老被小爱冲康，被牵扯到领案后，意外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躲藏历程。他是 Erica， 造假毕业证书被威胁，还附身在台湾被怀疑是银行盗领案嫌疑犯，遭警方通缉。Easy Linda 心狠手辣，掌握许多银行的秘密，为了获取利益，赶尽杀绝。一周台湾线，一周新加坡线，2线故事轮流看，创意播出，台湾第一，台视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好酒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来欣赏，这是俄罗斯莫斯科办马戏团的比赛，超过300个人来参加，大家都功夫进展，步数进出。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我跟他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近到只差一步。